小可伊一摆无看到我，伊就想讲即个人毋知安怎来行入过来，敢是顾病啊，就拍电话讲，哎，某某人你今日来无来，无就会问其他的先生。即下就是讲，咱今日求真理，咱今日来听道理了，各位先生，咱莫听迄懵懵表表的讲，啊我有去听就好啦，啊我今日有来参观就好啦，啊个组长也咧叫，单主也咧叫，啊就歹势我来，好来开始来拄不要紧，迄讲师讲啥咱拢无来听就拢不要紧，安尼你就毋知影，啊就无采咱一天的时间，今日互我即阵带4年教育班，甲咱义如老师带阮的4年教育班即款至善班啊，互学开始，因为前礼拜阮义如老师去台北讲课，所以互学主办，互我就操持嘛吼，毋是操持来领班，我就甲阮的学员讲，吼，今日伊风无来哦，伊讲透早起就像阮爱困的安尼就对啊，拍个安尼，拍伫倒仔面，互我就特别该加强者，我讲吼，咱今日既然用一天的时间来学习，我们一定要求到真知。咱爱真正知影讲，今日上经典、上道义、上礼节、上所有的这辅导记忆，上了后，你今日一天8点钟的时间，你要得到物件，袂使讲啊，我今日来，好，我今日到，因为我袂使请假啊，我今日来，啊，签名签的头电拢签起来，补倒来，为台中来，为高雄来呢，我是甲讲吼，阮伫下营来，阮也毋敢讲来遮敷衍了事呢，因为会浪费你的时间。那么各位姐妹，咱今日既然求道了后，咱求着咱本来面目了后，咱嘛了解咱的生死门了后，咱应该真知影。那么咱今日要研究就是要研究啥？咱敢是今日拢是咧为着即项代志咧拍拼，各位姐姐敢是？是。哦，正是，因为互学会知影呢，咱点到的时阵，互学请问咱迄个规用领的师傅，伊互学伫反正国小读经班内底，想要导一个妈妈吼，伊大陆寄咱台湾，啊伊3个小朋友，就是生一个后生甲2个双生啊，验证甲验尸，啊，互我就要导，本来今日要出来拜拜开智慧，伊甲互我讲伊嘛宗教信仰呢。哦，连北你有什么宗？伊叫黄连北。迄大陆的查某囡仔为什么查某囡仔叫连北？因为因大陆人拢若生查囝吼，啊就总爱用这男子气概，无生个后生嘛，因咱重男轻女，啊就要家得做查甫命。像咱桃子，咱青岛的桃子，伊叫霍建华。桃子你遮优秀，而且你的名叫做霍建华，像咱查甫命就对啦。伊讲因为我妈妈吼，生我即个命。啊，我像男子那种气魄，可以成大事。我讲原来如此啊，我就要甲伊讲，因为你讲咱义老师甲咱回应去，所以我免教册啊，免教分钟，我逮到机会开始伊我早早去啊，因为伊摕电视机，我是就一直跟他聊到要动他来开智慧，然后伊甲我讲伊一本稿的对个哦。然后且因为我们辉煌园这个大媳妇，她也曾经参与过这个宗教，啊，后且就跟他互相的一个讨论，说我要去度他，该从哪里下手。各位浅显，那么斗人吼，哎呀，我来刚才知己知彼，才能够百战百胜。你不了解他，你绝对没有办法度他。咱像咱赵老师，伊带咱去讲伊要度迄个受害台，讲叫我去三庄。今日要出来为着，我甲咱刘娘讲，咱拜六爱搁来一转，拜六来一转。啊，因为咱制作有足侪迄个以礼待金的礼，啊，咱就我来甲伊分享，因为咱我心中呢，遐尼侪礼呢，啊，咱行政主任透过咱爱心会，甲互我讲，爱心会爱负责100包，我讲若要互阮100包迄是无问题的代志，我绝对想办法甲这100包发出去，因为咱做者爱心会的即个个案，虽然无讲出大包，可是咱一个爱心，甲一个探摸是因上界需要的物件。那么我就3月先甲个爱心礼去，去了交伊去所剩因为阮真多年来所剩，我甲赵老师去去带所剩无伫的，所剩养老院，我即摆有等来，我就去交伊伫开讲，然后就了1点钟。那么了解，为什么爱家己做了解？即个所剩伊会当坐轮椅来拜拜无？咱一定是
是唔了解，啊，你用电话咧，咱无了解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，咱问下在，咱摆来先来一种，啊，确认了，咱知会当来卖，咱甲来遮来帮忙。那么你这个姻缘，那么这情了后，互我感受讲，生死代志是做殊胜的。那么咱肯定啦，我讲，江妈妈，她如果是那个创教协会的可能要接受有点为难。然后后续就跟他说，安尼好，我会请你来甲伊讨论一下大家沟通一下爱有欢喜心，欢喜心。但是那个凯美确认说，一定要来开智慧一定要来开智慧，因为孩子来开智慧以后，对他以后往后的学习跟命运会越来越好所以就因为这个因缘呢，无人敢想讲，咱今日去度人，咱为啥要来听道理？咱要度家己，伊自过咱搁要度别人。咱一定是爱自觉觉下咧，自觉了后，咱要搁觉下咧做无善因的工作。所以伫遮我时常鼓励家己研究道理，咱一定爱甲研究徹底。袂晓学甲会晓，毋捌问甲会问甲捌。那么咱知影真理了后，今日为着生死代事，对自是因，自是果。你拄则咱电视甲咱主编因论因讲，有必经世因，平生受者是。昨呢，咱迄个苏太太就安尼哪讲伊讲为什么我的命有来这款？我讲苏太太，比上不足，比下足足有余。伫我原爱心的案件内底，你有即间厝，一老甲四老人家风撇雨咱爱足感恩的，足幸福的而且你有一个足友好的后生，伊个台湾后生做有这书。真友好，安尼细汉后生咧，就是因为阮伫台北上班，所以嘛就这么好所以拢比伊死啦。那么这媳妇呢，因囝目睭无看了，媳妇从那出去，家留一个孙仔伫遐咧有照顾，即摆先生呢，因为毋知安怎心脏的问题，用昏倒了，袂记。所以呢，伊就讲伊的厝境哪是安遮可怜，爱用白粽做红菇咧卖人，那好我甲讲。你今日去要发财，去要做红菇呢？当搁有小可收入呢，而且搁有一间厝，搁有菜当然，就是因为这因缘呢，伊袂当申请社会，咱政府社会局的这补助，因为伊有厝甲菜，就是透过咱一寡基金会呢，来做一个小小的援助。那么，互他伫这因甲伊讲的这因缘了后，互人感受讲，咱今日你若无了解，你要去度人，咱袂晓。欢喜斗教，就是咱无法度，你了解讲，伊今日甲咱讲的，咱要如何来做回答？像伊安尼讲了，互我会用一句话，咧，我就甲讲，有知情世因，平生受者是。为什么你今日会拄到这个因缘？就是咱过去世做的因。伊讲这世人生活够好，安怎，这孙仔拢足友好的，伊阿姨啦阿姨就亲像因的老母安尼。好，伊甲我讲，这因缘时阵，我甲讲，安尼你做幸福。你问过讲你今日这安尼，今日安尼是一个考验，因为咱人有考验，咱会晓